来，大家一起举杯。今天邀你们来呢，就是想大家认识一下，热闹热闹。嫂子，你歌唱的真好。那天咱们在 KTV， 我从来没听过女生唱《广岛之恋》唱那么好的。没有，我呢平时就喜欢听一些通俗歌曲。不过我们家逸轩啊，总是说我俗，他就爱听什么古典乐、爵士乐啊，那些啊我才听不懂呢。哎，爱宝，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，听爵士乐吗？啊，我还行。哦，难得爱宝小姐也喜欢听爵士，像她这么大的女孩，很少爱听爵士乐的。来开动啊！那仁义，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？我呀，我这人挺宅的，其实我有很多爱好跟林总挺像的。我没事在家弹弹琴，听听音乐。你还会弹琴啊？对，小时候学过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家正好就有琴，你为我们表演一首吧。算了算了，哎，你别客气了，表演一曲吧。是啊，去吧。